2 minggu Pak. Oh, 2 minggu. Masih pemula? Pemula. 先生，代代你好，我要请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Ardiana Navitasari，我今年26岁，我的编号080569，我的身高153公分，我的体重49公斤，我才中线2个礼拜，我从东Jawa ini来。我写高中毕业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男孩子2岁，我去台湾工作，妈妈照顾我的小孩，我的老公做农夫，我要去台湾工作，因为我